各位香港嘅朋友，如果你喺香港已經嚟有一個安樂窩，咁而家咧開始喺度諗下，響中山揾到個地方，等我哋一家人喺度度假退休啊，或者係退休生活嘅時候，有一個更加舒心嘅掠角點。咁樣呢段幾分鐘嘅視頻就係同大家專門去分享嘅。我知道響網上會有大把人咁樣去教你點樣喺中山買樓唔會俾呃，又或者中山而家邊啲地方嘅樓比較平有優惠等等。但係對於見過世面嘅你哋嚟講，我更想同你哋探討一個更加深嘅一個問題，就係點樣買先至係一個真正聰明、真正為到我哋自己屋企人一個未來更加着想嘅一個決定。第一咧，我哋一定要諗清楚住得舒服呢種感覺到底係值幾多錢？好多人響中山買樓咧，都係只會計面積計單價。但係對於你哋嚟講，中山嘅呢一間屋買到嘅係一種點樣嘅生活狀態？我哋嘅小朋友周末落嚟會唔會玩到唔捨得走或者係你嘅另一半會唔會因為呢度嘅居住環境真正咁樣得到放鬆？成個社區嘅氛圍、鄰里嘅一個傾談，會唔會令到你喺呢一度有一個可以放心喘口氣嘅地方？呢種感覺先至係決定咗我哋喺周末喺未來幾十年喺你成個屋企人嘅心目中裏邊嘅地位。所以咧，我同我香港嘅客戶睇樓第一個問題通常都係你嘅理想周末係點樣過嘅？呢個先至係我認為比較重點嘅一個考慮嘅方向，唔係話只睇價錢。第二筆賬咧就係擺好資產嘅呢一盤棋局。要諗清楚呢一間屋點樣先至係同你嘅資產包大好配合。輔助嘅做法咧，唔止話係孤零零咁樣喺度買套房可以賺到幾多，而係將佢作為你喺呢盤棋局裏邊最穩健嘅一個守門員。有咗中山呢一份實打實可以守得住、可以傳落去嘅資產揸手，守住嘅呢份底線，你擺喺香港或者係其他市場嘅一個資金，先至係可以更加從容、更加有膽量去進行更加進取嘅一個配置。我嘅一位客戶就係咁樣佢將中山嘅呢套房作為一套壓艙石。有咗呢一塊壓艙石之後，首船先敢更穩咁樣去遠航。呢個就係保底同進取嘅一個智慧。咁第三筆賬亦都係最緊要嘅一筆賬邊個先至係喺你未來10幾年可以幫你託付嘅自己人？買樓簽字其實一日就可以搞掂噶啦，但係之後嘅物業管理、租務安排、政策嘅風向，先至係長年累月嘅功夫。一個真正紮根喺中山，有自己團隊同埋責任心嘅自己有，為你省略嘅心力，避免嘅麻煩，價值上我認為遠超喺樓價上嘅呢個微小嘅折扣。當然啦，價格係我最基礎嘅服務。好多最後同我成為朋友嘅客戶都係觀察咗我1年半載睇我嘅視頻睇我朋友圈，平時係點樣做事嘅，點樣幫人解決手尾，先建立起呢一份信任之後，先會過嚟揾我買樓。因為佢哋買嘅唔單止係一間屋，更係以後響中山省心同埋安穩嘅生活。所以咧，我一直同自己講我嘅工作唔止話係幫人響中山買層樓，而係幫每一個唔同情況嘅家庭謀劃一種更加鬆弛感嘅生活，構建一個更穩健嘅未來嘅同時，揾到一個喺中山可以長久信靠嘅伙伴。咁如果你都係考慮緊喺中山買房，我比較真誠咁樣邀請各位香港嘅朋友可以嚟揾我。你可以私信我喺中山買樓呢4個字，我會直接同你預約一個時間進行一次比較深入1對1嘅傾談。我會幫你喺紛亂嘅信息裏邊理清楚自己買房嘅頭緒。我係阿豪，一個土生土長有自己公司同埋團隊嘅中山本地人。我嘅目標就係想成為你喺中山最信得過嘅嗰位自己人。如果有需要嘅，後台嚟揾我啦，拜拜。